今日1分鐘帶你睇樓，我哋今日嚟到馬鞍山新港城5期嘅海淘區1座樓王單位。有冇諗過鐵路盤都可以做到一梯兩伙，全海景，成個單位932尺實面積，3房1套嘅設計。一入屋左手邊就係一個廚房嘅位置，呢度業主已經設計咗做咗個工人房，成個廚房白色為主調，咁左右兩邊台面所有嘅東西都可以完美咁樣收納。出嚟固然之就係客飯廳嘅位置啦，呢一個位置咧業主已經做咗少少 display 嘅空間，但係呢啲走就唔賣嘅。去到右手邊呢一個部分啦，就係客廳嘅位置啦。你見到咧業主係非常之識得享受生活，望住呢一個海景，放住呢一套音響喇叭，簡直就係人生嘅享受。呢一邊其實仲有一間睡房嘅。業主呢間房主要就用咗地台做設計，大量嘅儲物空間，喺呢個位置仲做咗衣櫃。呢一度嘅景觀就同客廳係一模一樣，望翻180度嘅海景，仲有馬鞍山游泳池。客廳嘅部分咧，當然仲會有個客廁啦。業主已經完全翻新。嚟到睡眠區嘅部分啦，右手邊依然都有一間客房。我相信業主之前係攞嚟做衣帽間啦，或者係化妝室嘅。嚟到中間位置啦，其實本身係一個主人房嚟嘅。咁不過咧，業主就將佢分開咗2個空間。到右手邊就係主人洗手間嘅位置啦。3邊落床絕對冇問題啦。成間睡房咧白色為主調，再望埋一望無際180度嘅大海景，你敢唔敢相信呢一個係一個鐵路盤？同步呢一個亦都係一個鎖匙盤。如果你有興趣想睇嘅，快啲約我哋啦，拜拜。